茶 moment 茶分主要成分有綠茶、茉莉同明日葉。綠茶含有植物營養素同抗氧化劑，佢嘅抗氧化比維他命 C 高至少100倍，比維他命 E 高約25倍，能夠保護腦細胞，有效幫助身體排毒，維持體內乾淨，同時對抗自由基對身體嘅侵害，預防細胞基因突變成癌細胞。茉莉能夠紓解壓力，緩解焦慮以及促進睡眠。明日葉也有助於淨化血液、抗癌與抗炎等功能，促進肝臟排毒以及腸胃道益生菌嘅生長。明日葉含有類黃酮，幫助抗癌以及預防老年痴呆症。現今工業嘅發達、空氣嘅污染、食物中有毒素、防腐劑，導致身體好似活在垃圾堆裏。三餐在外用餐嘅朋友都避免唔到防腐劑同煎炸嘅食物，飲一杯茶分能夠幫助清除體內嘅毒素。細路仔總係喜歡食零食，也難免會攝入防腐劑同味精等。飲一杯茶分可以維持佢哋體內嘅乾淨。對於一啲喜歡飲茶嘅朋友，也可以以茶分嚟替代。能夠飲一杯健康嘅飲料，也能夠提升睡眠質素。